我想登告白揾人，你寫12宵3811老地方等你，如花。第二日1934年3月8號深夜11點，我同12宵吞鴉片殉情自殺。原來已經50幾年啦。我淨係想你幫我揾翻12宵。阿楚，喂，阿楚啊，佢唔係人嚟噶。佢真係冇心跳噶。誓言幻作煙雲字，費盡千般心思，情像火灼般熱，怎笑一生一世，延續不